再來是有關新北市長的選戰，行政院長杜英泰參加到法務部調查局新辦公大樓的宣誓典禮。民進黨的參選人蘇巧慧冇參加，甲杜議長同時出現。面對着對手李四川再度來批評，講伊反對再違法修法，是變相反對着新北市增加預算。蘇巧慧是來反擊，講伊所反對的是納北強殺的布困期版本，講迄個版本無充分來討論，恐驚會造成資源的分配無平衡。請接牌。中和調查園區新大樓正式啟用，行政院長杜英泰出席中和調查園區新辦公大樓的揭牌典禮。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也來參加。雖然兩個人的中午繼續來宴會，不過典禮結束，蘇巧慧雖主動甲杜院長握手敬詩，利用家己訓練線展現替新北爭取資源的企圖心。杜英泰也過來強調，各國裡面的政策甲重大建設的推動，攏需要預算的支持。蘇巧慧強調新北的需求，那李四川是個重點放在違法。新北最重要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6都裡面人均最低的一個城市。那財劃法會給新北市將近有300多億的預算，我不知道為什麼蘇巧慧會反對，不要這個說一套做一套。李四川主打在違法的修正，會當讓新北摕到更較濟資源。也批評蘇巧慧拿法爭取資源，那反對會當替新北增加預算的修法草案。我們反對的一直都是傅崐萁的版本，因為傅崐萁版本的財劃法讓新北市的人均變成是只有台北的1/2。我們反對的是亂修的財劃法，而不是讓地方的財源增加。蘇巧慧公開反擊，強調伊是反對烏白修法，批評納北人手強殺的版本欠缺充分的討論，資源恐驚會分配了無潮。李四川是認為，在違法會當替新北爭取到更較濟資金。隨着2026新北市長的選戰升溫，雙方比的不那是在地經營，更加針對政策的細節溝通。